咩问题？就咩屋企站，其實佢咩話？行業面嘅當中，其實佢咩話？咩話寫企站？萝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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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澳洲口袋别音，澳洲口袋别音。我念报九，聪明跟嘟嘟叫。我点报九，我点报九聪明，九聪明跟嘟嘟叫。萝卜，不知道，找到几个，看见几个就几个。要熬住，口袋别音。我点报就聪明，跟嘟嘟叫，萝卜就是找见不见，就是找到几个这个人熬住口袋被赢。后来进宴就是宴吃饭，别赢。我点报那点谱就聪明跟嘟嘟叫，条条路就跟着条条路找。萝卜不知道熬住口袋别赢，我点报就聪明跟嘟嘟叫。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多有唱。对呀哈，我们与歌足，人民大团结，和谐共建创美好的家园。北子老岗北路北啊。